個高處跌落嚟，之後咧就屁股向下嘅，斷咗個尾龍骨，係嗰個一截嘅彈落去啦，斷咗，咁樣咬翻落嚟咗嘅。開刀龍枝螺絲咁樣鎖住固定佢咯，就擺1年咯。1年之後再開刀攞翻晒出嚟，啲肌肉啊、神經線都係好傷噶啦，可以話特登去咬佢咁，比較辛苦嘅。好彩冇彈啫。似我平時起身啊，即係瞓覺嘅時候係好辛苦起身嘅。我通常咧就會側身之後攞個手嚟，我知好似我大肚咁樣側身。一路以嚟都係咁樣大概手術成功咗之後就咁樣咯。之後咧，我帶咗呢個能量手鏈，佢教我嘅，我教佢啊。遇到佢都係佢教我咁樣戴啦，就呢個之後咧就接一接，就咁樣瞓住嘅，就瞓咗成晚。然之後咧半夜起身係唔需要咁樣側身上，係直接咁樣就可以上到嚟啦。第一次做就有呢個效果啦。哦，第一晚就已經咁樣做啦。上嚟嘅時候，你做咩咁輕鬆嘅？哇！呢樣嘢真係真咯，你用嘅時候真係呢樣嘢真係好型啊！呢樣嘢真係。嚟個。了解更多及親身體驗產品的真實效果，歡迎關注我們，然後點讚、收藏和分享給身邊的人。